商會第19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2025越至蛇年春節聯歡晚宴，現在正式開始。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歐順熙，大家晚上好。介紹我哋嘅主禮嘉賓先，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BBS 提名紳士，以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2級巡視員何德君先生，以及各理事。先得我哋要恭請林石堅前任會長為我哋致交致辭，有請林會長。恭祝大家蛇年行運一條龍，新嘅產品日新月異，最重要就係款款都賣得。做店鋪嘅咧，貨如輪轉，生意興隆，旺財旺丁，好唔好啊？好！大家身體健康。咁啊，過往嗰8年咧，係一個處於大時代嘅環境，你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嘅聽日。另外就係科技嘅發展真係日新月異，好多嘢我哋都追唔上嘅。另外咧就經濟咧，當你大家以為經濟好嘅時候佢又跌，當你以為佢跌嘅時候佢又好，咁呢個咧都係俾大家驚喜嘅。咁喺呢個心情之下咧，去行呢個8年咧，真係唔容易嘅，大家都唔容易，世界都唔容易。咁咧，我用2個心態去形容啦嚇，一個咧就係關懷，其實我哋要用關懷同埋一個務實嘅心態去行呢8年嘅。咁喺呢2種嘅心態之下咧，我哋揾到一個出路，創造咗一個奇蹟。OK， 咁呢個咧心路歷程係非常之雖然唔係好願意見頭嗰幾年，係人生8年難得一遇，你唔會再想遇頭嗰幾年嘅事情，但係咧後尾發展落嚟咧係充滿咗即係喜樂嘅。首先咩叫關懷咧？首先我第一個要感謝嘅咧就係邵家輝議員，因為咧邵家輝議員喺過往咁多年咧一直係關懷住我哋嘅業界，特別係批發同零售業界。喺疫情嘅時間，佢係幫我哋去揾資源啦，消毒嘅產品啦，又提供抗疫包啦。咁呢種咧我哋係無私嘅即係關懷我哋咧，我哋非常之感謝嘅。咁另外咧，邵議員都好關心我哋業界嘅營商環境嘅，佢會唔會遇到一啲嘅條例法案咧？政府嘅法案係關於我哋業界嘅時候咧，佢都會俾文件我哋。咁呢啲咧亦都係我哋嘅資源，係我哋可以用呢啲資源去關懷我哋嘅會員，關懷我哋嘅業界，睇下佢哋對於嗰啲法案有冇可以係俾到意見嘅。咁啊，議員咧係幫我哋去發聲嘅，所以呢度咧係再次感謝阿邵議員嘅。另外我都要感謝中央政府，佢咧中央政府一路都係關注住我哋，支持住我哋。例如咧就係每年咧佢都會舉辦一啲咧係國情研修班啦。咁我哋每年咧係同呢個出版咧、印刷啦，我哋唱片界咧係派好多人去落國內咧去做一個交流同埋學習嘅。喺裏邊咧其實唔簡單嘅，裏邊全部都係高級學府。我要咁講，大家話俾大家聽，我哋業界裏邊咧好多而家都係咧北京大學同學嚟嘅，亦都係清華大學嘅同學嚟嘅。呢個咧係好多謝中央人民政府對我哋嘅關心關懷。而好多學員其實咧好多有啲咧係未入過大陸嘅，佢話有機會可以去到啲高等學府去學習咧，呢個真係難得一遇嘅機會。同埋咧，佢哋入到裏邊咧係唔單止單淨係睇香港，佢仲睇到國內同埋國際嘅一啲嘅事情，佢哋平時睇唔到嘅。咁喺度咧就再次感謝中央人民政府對我哋嘅關心。咁咧亦都要感謝我哋個團隊。其實咧，我補充一句，我成日講個我字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其實係背後成個理事會一齊去做嘅嘢嚟嘅。頭先我所講嘅我字其實係包括咗成隊理事會嘅。
咁啊，俾啲掌聲俾理事會添，好唔好啊？咁咧，多謝佢哋啦，特別係而家嘅會長，之前嘅副會長鐘慧慧啦 ，VB 鐘啦，因為咧佢都係關懷住業界嘅，佢組織好多嘅慈善活動啊、義工活動啊，去關懷業界，亦都係關懷老人、關懷社區嘅，所以咧，我哋俾啲掌聲俾VB 鐘。咁所以喺呢個關懷裏邊咧。咁我哋一步一步咧係得來不易，我哋用務實嘅態度行過去。之後我哋都係發揮團隊嘅精神，去諗一啲創意出嚟，就不斷去尋求機會，就最終咧係去到創意香港，即係而家嘅文創產業發展處。咁佢哋咧係支持我哋咧，去搞咗2個嘅創舉，一個咧就係香港唱片店日，係舊年4月20號。一個特別嘅日子，亦都為業界咧創造咗一個良好嘅生態。其實生態一陣間我想再講多啲嘅，因為而家我哋唔可以單打獨鬥，所有唱片公司都要聯合埋一齊創造一個好嘅環境，俾我哋嘅市民，俾我哋嘅樂迷去好喜樂咁樣去行入去唱片店，或者係去選購呢啲音樂，係令到佢哋咧係買得開心、聽得開心，亦都咧係受文創產業發展處嘅委託咧，我哋協辦咗一個大規模嘅唱片展覽，名叫咧唱片旋律香港唱片店文化寶藏展覽。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創舉嚟嘅。我哋往往喺黑暗嘅隧道走到盡頭就係光明，所以大家一定要堅持。我哋做唱片嘅、做音樂嘅、做唱片店都要堅持。希望下一屆我哋唱片商會嘅理事會繼往開來，繼續服務業界，服務香港廣大嘅音樂迷，為佢哋製造一個良好嘅營商生態。喺度好多謝各位，好多謝理事會，好多謝各位嘅來賓。繼續恭請行政會長鐘慧慧女士為我哋致歡迎詞，俾掌聲鐘會長。首先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意興隆、心想事成。其實我咧喺美國讀完書翻嚟咧，入咗去爸爸公司嗰度做嘢。咁咧其實咧就服務咗香港唱片商會咧，已經係今年係第30個年頭㗎啦。咁好多謝各位理事、會長對我認同，佢哋選咗我為會長呢個崗位。只不過係崗位唔同咗，但係我仍然都係咧會努力去做好會務，為所有嘅同業去服務。多謝大家，好開心可以繼續傳承我先父鍾錦佩先生嘅一個使命，繼續帶好嘅音樂俾廣大嘅市民。我好開心咧喺呢一度咧就公佈，我哋今年嘅香港唱片店日咧會喺4月12號舉行。咁我哋呼籲咧，希望咧我哋嘅同業咧，同埋咧製作公司歌手朋友咧，多多去響應參與。咁我呢度咧有個牌嘅，咁呢個牌咧就係咧下邊有一個咧社交媒體嘅 Facebook 嘅 QR code， 大家陣間咧有時間咧，你哋可以咧去關注下呢一個社交平台。咁咧會好多資訊嘅，咁然之後咧我就會繼續希望咧用呢一個新嘅科技咧，盡量多啲同你哋會員咧，大家多啲去聯繫。你哋有啲咩隨時可以揾我去傾嘅。咁我好幸福啦，因為我有3個副會長幫助我。咁咧有一個就係江國平副會長。咁咧佢係我哋嘅名譽會長，亦都好熟會務啊。咁所以好多時咧，佢都會教我好多嘢啦，我都請教佢好多嘢。咁佢係一個好好嘅會長。第2位就係德卡張仲恒副會長。咁咧佢係 TVB Music Group， 佢咧就真係魄力好驚人嘅，大家俾掌聲佢。因為咧舊年咧香港唱片店日咧。因為我哋時間唔係好夠去準備啦，咁佢可以咧一口氣咧就捉咗10幾隻
蝦膠唱片去響應呢個香港唱片節日。咁仲有一位副會長就係永恆唱片嘅鄧佩琪副會長。咁咧佢咧就係非常之細心嘅，咁好多時咧佢都會提我好多嘢嘅。咁我所以咧我係非常之幸福㗎。咁亦都在座咁多位理事咧，佢哋都同我好合作。咁啊喺呢一度祝願大家身體健康，我哋會務興隆。多謝多謝。頭先林會長喺好短嘅時間咧，同大家講咗過去8年業界嗰個嘅情況嘅辛酸同埋個喜樂話，我相信大家行業嘅朋友你比我更加清楚，因為科技嘅發展對於喺唱片業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大嘅挑戰嚟嘅。不過好嘅音樂如何用咩唔同嘅方法傳俾香港市民或者世界各地嘅朋友話咧？呢一個係一個喜悅嘅過程嚟，點樣可以能夠喺從中話令到業界朋友可以參與其中呢？其實大家都要不斷思考，尤其是而家喺創新科技嘅環節。我今日見到好多唔同嘅電台嘅領導啊、平台咁過去，其實佢哋一定都係參與好多點樣將好嘅音樂。而新嘅科技嘅話呢，大家知道好似 DeepSeek 或者一啲唔同嘅 AI 嘅情況話呢，其實都係會令到呢一個嘅文娛科技嘅話咧，其實會帶嚟另一個境界。咁如何參與其中咧？咁我相信大家朋友一定要多啲努力。咁當然其實政府嘅部門啦嘅朋友咧，亦都要幫手去協助業界啦。文體旅局大家知道係一個新成立嘅局，佢涵蓋嘅範疇其實好多，因為國家對於文化體育其實非常重視。喺我哋兩會全國政協嘅過程中，我同吳政協上面嘅話咧，聽到國家咧、中央咧對於香港嘅寄望都好深。我哋點樣可以將我哋嘅文化好好地繼續傳揚出去出邊？唔單止淨係香港嘅市場，頭先同阿江會長提開大灣區嘅市場同埋國內14個市場點樣可以做得好嘅話咧，咁就要靠各位業界朋友繼續努力。咁我相信咧，咪咪鍾會長嘅話咧，會一如既往，佢就成日都好上心咧，同大家咧會諗啲好計出嚟，佢好嘢都會打俾我嘅。咁所以你有啲咩好嘅主意，或者甚至乎，即係其實而家嚟緊咧，大家知道下個月就係全國政協嘅會議嚟嘅。咁作為全國政協咧，其實我可以提案，之前我提咗兩個，一個咧就係5000蚊嘅額度咧，提升俾國內嘅朋友可以養12000蚊。咁呢個大家知道去年做咗。另外一個就係大灣區，希望可以合資格嘅朋友由一周一行變咗1000多行。咁其實呢個其實都已經做咗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咩好嘅項目，對於唱片業界、音樂業界嘅朋友喺國內同埋香港可以配合到嘅話咧，請你哋提一提我，講俾我聽。經鍾會長或者林會長等等朋友，好嘛？就最後都祝願各位今年蛇年就係東南西北行好運，春夏秋冬如歸人。多謝。再次感謝小議員，我哋小編同事，小議員請留步。咁就係咧要係頒發2位名譽會長嘅，林卓基名譽會長，江國平名譽會長，請移步接受。繼續咧就係要咧係我哋頒發委任狀與7位嘅我哋嘅成員啦嚇。咁首先啊，風華唱片有限公司會長鍾慧慧女士接受呢個委任狀。係啦，多啲嘅支持，多啲嘅叫聲，係啦。鍾會長係啦。咁啊，繼續另一位就係百里唱片有限公司副會長江國平先生。繼續係 TVB Music Group 張仲涵先生接受呢個委任狀，委任為副會長。繼續有請永恆唱片有限公司鄧佩琪女士接受副會長嘅委任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2級巡視員何德君先生頒發委任狀，有請何局。
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BBS 太平紳士接受感謝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2級巡視員何德斌先生接受感謝狀。咁其實咧，我做 DJ 做咗30年，聽音樂都聽咗30年，有絕大部分嘅唱片咧，都係聽住嚟自香港唱片商會提供俾我哋嘅唱片嘅。各位在座嘅你提供嘅唱片非常之優秀，每一首好歌都係連結人心、傳遞感情、記錄時代嘅好唱片。所以嚟緊嘅2025年咧，廣東廣播電視台音樂之聲有志於同香港唱片商會嘅各位同行同仁，同埋咧香港電台嘅各位嘅同行咧，一齊去同心聚力，將我哋大灣區嘅好作品、大灣區嘅優秀粵語原創作品，將佢重新做大做強。唔知大家意下如何咧？新城廣播阿我哋恭喜晒今年嘅唱片商會嘅所有理事啦、主席啦，咁 Mimi 鐘主席啦，我哋識咗好耐㗎。咁相信喺阿 Mimi 佢嘅帶領之下啦，會令到香港唱片商會佢哋嚟緊呢一年啦，或者呢一屆咧，所有嘅會務咧都係更加好嘅。咁啊喺呢度恭喜 Mimi 啦，因為識咗 Mimi 咧係好多年啊，佢係一個好感性啦、好重人情味嘅人啦咁樣。咁啊，即係好恭喜你咧，就係今年咧就係升任啦，亦都多謝歷屆咁多屆嘅會長同我哋香港電台咧，即係嘅。合作啦，咁啊，自從咧香港唱片商會有呢一個每週10張好碟嘅推介咧，我哋都係無間斷咁樣咧，就係支持嘅。咁啊，希望我哋就同香港唱片商會咧繼往開來，攜手一齊咧推介更加多嘅好歌俾大家。亦都希望咧，無論係我哋業界嘅朋友啦，或者係我哋媒介嘅朋友啊、棟哥啊，或者我哋新城電台嘅朋友啊咁樣，我哋嘅收聽率、我哋嘅業績咧銷量節節上升。大家好，我係風雲唱片嘅歌手柯信希。香港唱片商會自1982年成立，至今咧數下手指43年。呢43年裏邊咧，我哋嘅會員啦，我哋嘅理事啦、會長啦，亦都係貢獻咗好多，同埋都感謝喺當年成立呢個會嘅多位嘅我哋嘅唱片界嘅翹楚，可以有呢一個會為我哋喺唱片界咧係爭取一個好嘅位置，亦都為我哋唱片界所有嘅同業咧係發光發亮。今日啦，咁啊新嘅班子啦去接任啦，咁我哋咧首先我要感謝以往嘅咁多會長啦、理事啦等等同埋我哋所有嘅唱片同業啦，為呢個行業付出，亦都感謝今日所有抽空出席今晚我哋嘅就職禮同埋我哋嘅春茗嘅同業們，你哋係我哋唱片商會嘅寶貝，送上我嘅新歌《家傳之寶》。我的寶箱從心中伴美夢存在，讓偶然迷惘了仍牽看。內有親昵笑語重燃亮我，風中飄滿痴情關愛，亦一聲聲祝福和細數，陪伴我戰勝了浪濤踏風高，信念亦像晚星和穿星。如銀黑夜裏把光吐，我的寶箱中珍貴無數，提示我向美好跨步。最美麗是你的懷抱，它相傳萬世不老。最漂亮用你深情鑄造，這珍藏萬世不老。我知道你哋死喺我身邊㗎，多謝你哋 ，thank you， 多謝。亦都麻煩我哋咧係副會長張竹恆先生為你致3祝酒嘅，一祝身體健康，飲杯。
二足進行萬事如意，再飲杯。三足就係代表晒所有嘅我哋嘅來賓啦，祝佢哋香港唱片商會會務興隆，百尺竿頭更進千里，飲多杯。我同佢飲杯，你飲杯先。